真侪牧师拢真爱教人互相请安。其实互相请安是一件要紧的代志。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实际上互相请安，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话毋是真死板写伫遐，上帝话是透过人甲人互相的对话、亲切的借问来建立起来。因为上帝的话是活活的，就活伫所有愿意听见的人身躯顶头，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圣事带领，互阮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互阮每一日拢领受上帝你的恩典，帮助阮，互阮的耳孔通开，听见。伫今仔日，你要对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相信咱中间应该真少人听过牧师咧讲罗马书第16章，这也是我旧年讲要请派驻牧师。讲你有要敬一个礼拜？伊讲这2礼拜伊无要敬吼，因为这2礼拜会讲到真歹讲。保罗为着要得到罗马教会的信任，所以伊写这张批，毋望会当罗马的正教会，咱等下就会读到。当时的罗马其实是正教会。当时罗马的正教会会当得到因的帮助，互伊去到西班牙宣教，所以伊才会写罗马书。所以伫这张批的上尾，罗马书16章其实是真保罗嘛真罕见，伊就附上一段真长的请安的名单，当然表示伊真熟悉。当时伫罗马的教会，今仔日其实咱有搁较侪资源知影，迄个时代，因为咱这个时代会当较侪研究，迄个时代对希腊罗马当时号名的研究，所以今仔日讲到其实是对这个来。我相信伫遮所出现的每一个名。就亲像上帝所赐予咱每一个人的名，跟那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遐见证者亲像云彩，就伫咱的四周围，互咱通听见。罗马书16章第1节，我调工放迄个白话字伫顶头。所以，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咱做伙来读来。我对恁推荐咱的姊妹菲比，伊是建基理教会的执事。保罗罗马教会介绍送这张批去到罗马的人，叫做菲比。菲比是一个希腊名。意思是真光明，真光啦吼，真光明的意思。这个名嘛显出菲比其实是外邦人的背景，然后伊有可能原底是做奴隶，当时的身份是奴隶，后来受讨绑，成做自由人。咱等下会真侪人，咱也读到。会读到这个名，真侪拢是这种身份的人。什么会叫做自由人？甲遐生落来的自由的人无共款。因原本是奴隶，后来因挖考检测是伫做奴隶过程内底所积聚落来的财产，或是别人替伊赎伊的性命。甚至嘛有一种例，就是主人来主动施恩，
得到自由的人，听有意思啊吼！原底是奴隶，后来得到自由，有几啊种方式。一种是家己可能欠着一笔钱，会当赎家己的身躯，互家己自由；一种是别人替伊赎，一种是主人主动来施了稳定。然后当时经吉利会当讲伫两座城市，所以下面咱会当看到吼，来，伫顶头有一个经吉利，下骹后一个经吉利，所以有两个城市。第一个城市，莫看这个图真细吼，其实差真远。当时这个是亚细亚省。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所以是德罗亚的东北方有一个城市叫做根吉利，然后另外一个城市根吉利是伫哥林多的下骹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这个是一个根吉利。通常目前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当时的菲比就是伫这个所在，根吉利，就是瓦格林德的所在，因为保罗照推算，当时是伫格林德写这张批。然后对这个所在，若坐船，伊遐有法度坐船对遮去，过去就是意大利。安尼有清楚啦吼，相对的位置。罗马书16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请恁因为主的缘故，照信徒的本分，甲伊接待。伊有啥物需要，请恁甲伊帮赞。伊伫热心帮赞真侪人，包含我本身。保罗请罗马教会的信徒，在原文其实是用伫主内面。甲圣徒相通的方式来接待伊，所以是用伫主内底甲圣徒相通的方式接待伊。然后后面有一句叫做“伊一直热心帮赞真侪人”，原文应该是伊捌真做真侪人的女性。施恩者，好，什么会叫做女性施恩者？这圣经只有伫遮出现过一遍尔。什么？因为这是阴性吼，迄个原文希腊文直接看就知影这是阴性。然后施恩者，规本圣经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什么会叫做施恩者？施恩者是指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内底赞助甲支持特定的社团或是工会的女性。上大的施恩者伫罗马帝国内底就叫做皇帝，听有意思啊吼！所以因是用这种我互你恩惠，然后你爱报答我的这种社会结连的方式，所以跟咱黑社会啦。当时的社会其实吼，跟咱黑社会，就是我对你好，总是我对你好是有目的的哦，你爱报答我。当时的社会的脉络，就是安尼组成的。然后真少读到，就是到现在，咱嘛真少会读到有女性的施恩者。这种名称出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菲比是一位有较悬社会地位甲财产的信徒，伊赞助根吉利教会以及哥林多教会，用财米来供给保罗伫哥林多的宣教。然后保罗伫哥林多托伊炸这张批去到罗马，拢证明。有可能伊是生理人，伊是有一个相当社会地位的生理人。
总是搁较侪人咧约菲比去罗马，其实主要是为着保罗要前往西班牙宣教做联系甲准备。咱来知影，伫古代的社会，特别是种早私人的批出去，迄个甲当时这完全无共款，迄是一种冒险。然后早私人的批去到另外一个所在，真侪人当时无亲像咱今仔日讲会捌字，所以通常就亲像因咧做礼拜就是读批啦。讲道的部分就是读批，所以迄个读批的人，其实带批去的人，通常是这收批的人，想要就这张批内容要问的对象。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菲比应该是历史顶头第一位诠释罗马书的人。咱来知影，伫2000年的教会历史内底，有偌侪要紧的神学家咧诠释罗马书，总是第一位诠释罗马书的人，既然是一位姊妹。罗马书16章第30到第50A，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请替我甲毕基拉、甲阿古拉请安，因甲我是伫基督耶稣内面的同工，因捌为着我冒性命的危险，毋那我，连所有外邦的教会嘛，拢要甲因感谢，嘛甲伫因兜底组织的教会请安。毕基拉甲阿古拉是一对犹太的夫妇，原本住伫罗马。因为皇帝看到城内犹太人因为有信耶稣基督，基督徒甲犹太人有啥争论，后来皇帝挡袂牢，就讲犹太人拢离开罗马城。这是下一个命令，因先刷去到哥林多，甲保罗伫遐熟悉，然后因甲保罗做伙后来去到以弗所来服侍。毕基拉希腊文是 Pesca， 这个是列定女子的希腊文翻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实际上这照研究，这是罗马在地贵族的名，听有意思哦。所以毕基拉其实是罗马人，应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然后伊会嫁予犹太人真少看，因为咱来知影迄个地位是完全无共款的，听有意思吼？这对翁仔某是因的地位是完全无共款，然后伫新约中这两个名会做伙出现。大部分毕基拉会伫阿古拉的进前，就是姊妹伫查甫的名进前。咱来知影，伫当时是用男性为主的社会，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种排列嘛真罕见。可能咧表达的是毕基拉伫福音的宣扬顶头。投入更较侪扮演更较要紧的角色。阿古拉是犹太人，然后伊的工作是织布皮，所以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阵，《使徒行传》18章第3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共行业拢是伫做布皮。就甲因大做伙做工，因的情谊应该当时就安尼建立起来。这个时阵，这对翁仔某已经转来到罗马咧徛起。保罗伫因兜聚会的教会请安，不止因请安哦，嘛伫因兜
主会教会清安。伫罗马书内底，特别是咱今日所读的经节内底，保罗有讲到5个教会，咱等下要注意读哦吼。这是5间教会，换一句话来讲，是5个主会的地点。这是头一间。当时的罗马应该无互所有信徒主会的教会。这嘛有可能是当时当皇帝爱因离开，然后这群散野伫各地的犹太人，佮倒来的时阵，因被逼无法度一定爱伫家己所住的厝体来聚会所产生的。罗马书16章第50B段，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请替我请安，我所听的以拜。尼陀，伊是亚细亚头一个归信基督的人。以拜尼陀是希腊名，意思是堪得而乐。伊伫亚细亚省信主了后，徙来到罗马，因为保罗、甲伯基拉、甲阿古拉随上当时拢来到以弗所宣教。以弗所其实就是亚细亚省的首都，听有意思啊吼，伊是首府，所以真有可能就是这对翁仔某伫以弗所引出头一个信主，就安尼带因来到罗马。罗马书16章第6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嘛，请安为着恁受真侪劳苦的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名，伫主后第1世纪的犹太人时常读到，咱读福音书就知。希腊文其实是米利暗，翻译啦吼。希腊文其实玛利亚是米利暗。然后这句话真有意思，真侪人是咧要。玛利亚应该是伫因兜咧斗相共，拢做迄个上互人看袂上眼的工作的人，听有意思吼？就是做遐个上卑微工课的人。结果保罗啊，伫遮咧这位玛利亚请安。罗马书16章第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佮甲我的亲族，甲我做伙关家的安德尼古，甲尤尼亚请安。因伫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人，比我较大声归信基督。安德尼古甲尤尼亚应该是一对犹太的夫妇，因为是查甫名甲查某囡仔名，然后做伙藏做伙。然后因甲保罗是伫倒做伙来坐家，一般咧约是伫以弗所，不过嘛有可能是伫腓立比。伫遮称因做使徒，新亚教有真侪讨论。然后因的意思是，可能无适合理解做特定的头衔。咱来知影使徒这个头衔。后来伫《使徒行传》第1章的所在，迄个要做使徒，该抽签呢。咱来知影吼，迄个是讲主要伫初代教会时代，迄个使徒其实有特定的头衔，总是伫遮可能无真适合安尼理解，应该爱理解，因是。奉称为着耶稣是基督最见证的人，与使徒嘛有这款的意思，就是奉称为耶稣是基督最见证。所以，这对翁仔某真有可能捌伫耶路撒冷教会聚会，甚至是上开始信主的迄批人。咱若读迄个《使徒行传》第2章41节就知，彼得讲到了。现场就有3000人讲伊要归主。罗马书16章第8节到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请替我请安主内我所听的按别离，请安伫基督内面的同工尼巴罗，甲我所听的事大果。按别离是列定查甫名，意思是慷慨，伊应该是自由人的身份。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名应该唔是家己号的，是主人号的。听有意思吼？迄个原底是奴隶，然后来伊受讨绑自由，总是咱会当对迄个名读得出来，因为是安怎？因为迄个名原文会当读得出来，迄是主人号的，也是爸母号的。听有意思吼？听对爸母号的，会当读得出伊的族群。总是拿伊的主人号的，就会当对伊迄个主人迄个名来读到伊大概是安怎。然后尼巴罗是另外一个时常看见罗马奴隶名，意思是文雅，所以或者慷慨，或者文雅，这拢是主人号的。伊应该毋是甲保罗做伙同工，士大果是较罕见的希腊名，意思是未遂。这三位应该拢是罗马教会的领袖。罗马书16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请按伫基督经过考验的阿比利甲阿里多布家内的人请安。阿比利是希腊的查甫名，伊捌伫严重的试炼内底证明家己是忠心的基督徒。阿里多布这个名真侪摆出现伫大希律王的家庭内底，真侪学者认为，这就是指大希律的孙仔。咱爱知影，古早罗马帝国是安尼统治伊附近的国家，就是咱今仔有一个名词叫做以夷制夷啊吼。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找当地的一个王来做王，然后咧，伊免啊控制这个王。就是将因兜的孙仔、囡仔掠来罗马，听有意思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阿里多布真有可能就是大希律的孙仔。伊是安怎来到罗马？就是细汉的时阵，对细汉开始囡仔的时阵，就互人掠来罗马做啥物货？做人质啊！总是这个罗马皇帝统治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孙仔，因为毋是普通人，是王的孙，所以当时伫罗马拢做伙受教育。所以阿里多布，咱逐段读的这个阿里多布，其实是甲后来的该撒克劳底做伙受教育。换一句话来讲，因拢做伙一群咧受教育。上时伊嘛是后来转去到犹大地做希律阿基帕王的兄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人当时是用平民的身份住伫罗马，伊是皇帝的朋友，所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甲影响力。保罗所请安的。其实毋是阿里多布，是伊厝内的人，就代表保罗请安的是罗马另外一间家庭的教会。所以咱已经读到第2间教会啊。罗马书16章11节 A 段，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甲我的亲族希罗天请安，希罗天是真罕见的希腊
名，然后这个人真有可能是希腊家族的奴隶，对犹大地带来到罗马，就是带这个王的孙啊，来服侍这个王的孙。然后后来伊卖互罗马皇帝了后，上尾得到讨棒的自由人。然后这时，伊真做伊伫罗马受讨棒了后，伊真做服侍教会的领袖。罗马书16章11、12段，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甲拿基索家内信主的人请安。咱已经读到第3间教会啊，这是第3间教会。保罗请安罗马的第3间家庭教会。那基索是希腊神话内底迄个爱上水中会影的迄个少年家的名，后来伊就跳落去迄个水内底。这咱即摆目前有一个名词叫做自恋，自恋，迄个是这个希腊神话的来源，所以是这个拿基索本身的意思。该撒克劳底其实当时有一位真信任的亲信，伊讲啥物话，伊拢信伊，就叫做拿基索。跟他亲像古早的迄个宦官共款，皇帝边仔的宦官共款，挺有意思啊吼。所以这个拿基索当时是去用混甲大家拢想讲要爱伊死的啦。然后之后54年，克劳底这个该撒克劳底去互尼禄后来继承迄个王位的尼禄谋杀了后，可能是谋杀啦吼，可能吼。这个拿基索就是伊的上亲信的吼，被逼自杀，伊所有的家产拢互充公。总是这项代志是保罗写这条批了后的1年到2年中间发生，挺有意思啊吼。所以当时是安怎？当时这个拿基索假使啦真正是该撒的亲信，用伊的权柄甲地位，一定会当帮助保罗前往西班牙宣教的计划。罗马书16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请替我请安，为着主受真侪劳苦的土菲那甲土富撒，甲所听的比实请安，伊捌为着主劳苦工作。咱读到的这是3位女性的名。拢是希腊名，然后和合本翻译伫因的名后壁拢加一字叫做士，迄个和合本的翻译吼，什么士什么士吼，彼时士吼，总是事实上原文这个有迄个当时和合本翻译的时代背景，因为加上一字，就跟他表明因是已经结婚的意思。总是事实上原文拢是本名，所以因是毋是有结婚毋知。这表示原文的意思，其实因是毋是有结婚毋知。然后土菲那加土富撒，意思就是真正卡，水是真水的意思，所以嘛时常出现伫原底是奴隶，后来做自由人的身躯顶头的名。这2个名读音真三军共列一组，有观点认为因是检采是姊妹，甚至是双生啊。彼实意思，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对波斯来的负责人，
彼是本名，这个意思就是对波斯来的负责人，然后对保罗甲伊请安的迄个原文的意思，真有可能伊较严重，真有可能吼。罗马书10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请安伫主受拣选的罗弗，甲伊的老母，伊的老母嘛是我的老母。咱来知影罗弗是列丁的查甫名，所以伊应该是生落来就自由的人，对，生落来就是人啦。当时咱来知影，当时的法律有2种人尔吼，毋是人自由人，无就是奴隶。吼啊，为生落来就是人吼。为生落来是奴隶，然后这个名意思是红头毛的意思，罗弗是红头毛的意思。马可福音15章21节，咱会当来读这段经节，因为罗弗伫出现伫马可福音15章这个所在，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有一个古年来人西门。是亚历山大甲罗弗的老爸，伊对庄卡来拄好对遐经过，并事强迫伊耶稣的十字架。咱来知影这段圣经是咧描述啥物代志？主耶稣爱扛一支茶去到受定的所在，伊毋是扛规支十字架啦，伊是扛一支叉尔吼。啊，因为当迄个要定的所在，其实遐个士兵已经踩一支叉起来，听有意思啦吼。啊，伊举的这支叉，其实就是坏的，后来定起来是坏的。所以主耶稣咧行迄个苦路的时阵，其实是举一支叉，总是。耶稣举这支叉举到迄个中的时阵，伊无力通举。换一句话来讲，啊无力通举要安怎？伊的士兵会当强迫凊彩吼，伫军帐内底找一个人。咱若伫圣经内底读到一个主耶稣捌讲的，讲有人强迫。你爱陪伊行1里路，你爱陪伊搁行1里路，听有意思啊吼。然后这叫做当时的罗马法律啦。当时的罗马法律是会当凊彩伫迄个军帐内底找一个人，强迫伊，因为法律规定，强迫伊会当行1里路，帮你扛1里路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遮咱读到的是啥物货？伫遮咱读到的是这个西文，伊互人掠着，照法律的规定，爱背十字架1里路，至少。然后历来就有观点认为，伊就是罗弗，就是耶稣受苦劳忍。背十字架西门的囝，西门的囝吼，西门的囝。然后真明显，这对无囝是对别个所在山来到罗马，这个时阵就住伫罗马。进前就已经甲保罗熟悉，所以保罗咧描述罗弗的妈妈的时阵真亲切。伊的妈妈就跟我的妈妈。罗马书16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甲阿顺祈祷，弗力干，赫米，巴勒巴，赫马，以及甲因做伙的兄弟姊妹请安。好，甲因做伙兄弟姊妹，换一句话来讲，这咱读到第4间教会啊，听有意思啊吼。当时有可能伫私人的厝内底聚会，
总是伫这个所在，毋是伫一个特定的人厝内底来聚会，应该是一群信徒，就住伫一个组内的厝体内底，有可能是组内，嘛有可能是有人赞助因住伫遐的一个厝体，就使用迄个公共空间来聚会的教会。这5个希腊名的男性，应该就是这间教会的领袖。然后因的名大部分拢对外地刷来到罗马，因为某一寡原因刷来到罗马。罗马书16章15节，咱已经读到尾啊，吼，已经做尾了，吼，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甲菲罗古、甲尤利亚、尼利亚、甲伊的姊妹、甲欧林巴以及甲因做伙的正信徒请安。好，安尼读到第5间教会，听有意思吼？看到这个吼，就知影讲咱已经读到第5间教会啊。保罗第5间教会请安。菲罗古甲尤利亚应该是夫妇，然后真特别的嘛是同款，菲罗古是希腊名，尤利亚是列丁名翻译的，所以尤利亚伫这个所在嘛，互人读到，因为这个是读到罗马贵族当地贵族的名。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应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尼利亚是希腊神话海神的囝的名，号这个名的人通常是奴隶，总是这个时阵嘛有可能已经是自由人。然后咱读到伊的姊妹，伊的姊妹嘛会当翻译做伊的某。奥林巴是希腊神话迄个奥林匹克的昵称。昵称我实在台语想无要哪讲，就是听有意思啊吼。奥林巴其实是奥林匹克当时的人，每一遍咧讲奥林匹克的时阵，迄个希腊神话当时嘛最出名的啦吼。奥林匹克的昵称就叫做奥林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应该是刷去到罗马徛起的希腊人。罗马书16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着亲切互相请安，基督的正教会拢甲恁请安。伫古早近东的时阵，人当时见面，也是要讲再见，讲拜拜。时常看见的礼节，就是亲喙配两边吼，亲喙配。所以保罗伫遮其实是这种意思。恁若要相见，互相请安。当然，这毋是台湾人，所以台湾人袂当凊彩人亲喙配啦吼。嘿，这毋是台湾人吼，总是当时古早近东随上到现在，各有真侪国家嘛是用安尼来互相请安。见面的时阵互相请安，或是要离开的时阵来互相请安。1872年4月19号，有一个少年家访问马偕牧师，然后23年后，马偕牧师伫伊的自传安尼写，伊讲有一天下晡，有一个外表斯文、有真侪财物的青年来拜访，我提出真侪问题，伊要走进前，我请伊暗时过来甲我讲话。迄暝伊照时间来，伊等阮做礼拜吟圣诗了，才来。这位青年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伊有知识，值得受尊敬，真实甲直接，显出伊甲人无啥共款。
早伫我来台湾之前，我就求讨上帝，互我会当有一个聪明，阁有进步迄款心的青年，成做我的第一个信徒。这是我的期待。迄暝我家己坐伫厝内底，忽然间感觉我的祈祷得到上帝接纳。后来，这个青年带真侪读册人来甲我讨论问题，我甲因辩论，用因的立场来反驳因。因看到这个话外人嘛真捌圣人的教示，真惊吓。因中间为首发言的人，无偌久就互我扰乱。这群人到尾就离开。半点钟了后，这个青年回来，伊的态度真诚恳。我为伊读一首圣诗，甲家乡拉近。伊的目睭发光，对我讲：“你所读的合我的心意。”我介意这个话。我现在相信你所讲的道理是真实的。我带真侪读册人甲教师来，原本是要看恁免哪伫遐辩论，啥物人较赢，啥物人较输。我今日想真侪，已经决心要做基督徒。为着安尼，就是死我嘛甘愿。你送互我的册，确实有真理，我要来甲你学习。我编开日记，马街编开日记，就记得1872年5月的迄天。当时我看伊真严肃的表情，听伊真坚决的话语，心内底就感觉快乐、望，总是嘛产生一种敬畏、感谢、加祈祷遐个真侪感受。伊的名叫做颜清华，真爱人叫伊阿华，因为安尼更较互人知。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伫马街来到北台湾，伊所建立的第一个信徒身躯顶头，看到真侪当时人。马街是安怎甲伊的学生做伙的过程？我相信是一项代志。教会建立，毋是某一个人一时的见证尔，是一群愿意见证耶稣是基督，活出伊搁活生命的人。假使咱若听见，咱的心受感动，就爱亲像少年的阿华共款，甘心乐意献上家己。愿咱的生命，互人点倒，就亲像咱所读到的每一个名的这个人的生命，做伙来起做宣扬福音，无的确有法度互人记伫册内底，无的确，但是记伫册内底，咱所读的后来嘛真有限，咱只会当用药的。总是不要紧，来当互上帝记伫伊的生命册，安尼就好。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有真侪不足，毋知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谦卑知，伫接受福音进前，阮听到福音进前。都侪这拿分彩的见证人，因伫因的生命内底做出这个听的见证。主求你帮助阮，帮助阮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也对这见证人的脚步，勇敢来行阮生命的路。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